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8，诗篇114篇7节到8节安尼讲：大地啊，你见着主的面，见着雅各的上帝的面，就皮皮喘。伊互石盘变做水池，互石岩变做水泉。三甲来祈祷，互石盘变水池，石岩变水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全能的上帝，主爱的天父。主啊！自天宣布你的荣耀，强抢传扬你的作为。一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一暝对迄暝传出灾难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教示正直，为互人的心欢喜。你的命令清洁，为互人的目睭光明。主啊，你的律例，互阮的心欢喜快乐。主啊，阮要敬畏你。我要尊你最大，因为大地见着你的面，见着雅各的上帝的面，就皮皮喘。主啊，你互石盘变做水池，互石岩变做水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